高端嘅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簡單嘅烹飪方式。翠花上菜啦！Hello everybody，嗱今日同大家呢款啦，掌作社出品嘅曼陀羅啊，大家可以見到啦，銳利度其實我覺得係相當之唔錯嘅，至於好唔好睇呢樣嘢，各花入各眼啦。模型嘅整體顏色咧係有一種偏紅嘅感覺啊，有啲似零零嗰啲模型咧開三紅嗰隻色咯。整體都係啲隱藏傷口設計啊，大部分都係比較友好啊，除咗嗰30個飛彈頭啦。主要係剪完咧唔收啊，裝唔上去，仲有縫啊，真係 shit。組合度方面咧稍為偏緊少少啦，不過大部分都係唔使收嘅。不過如果你有部分咧，你覺得嗰啲裝係特別長咧，建議就剪咗1/3佢啊，好多一個步驟咧會砌得舒服好多咯。可動就唔差啦，直接睇下 pose 啦。呢次嘅透明發射特效的確幾好玩嘅，主要係佢配成30條啊，真係所有個窿都俾佢填滿晒啦。139蚊嘅售價，各位又有冇興趣上車呢？好啦，呢期分享就到呢度，下期見，拜拜。